编者的话，台湾拥有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与多样化的生态环境，原住民族生活与大自然是紧密结合且息息相关，尤其在植物运用上更满足且丰富了原住民族的生活及精神文化。部落族人运用植物来医病的观念，正如古代神农氏尝百草一样，展现高度智慧，且代代相传，历史悠久，早已融入族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逐渐发展成为特殊的部落医疗文化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解原住民族药用植物之应用状况、效用，及作为未来加值应用之基础，以善用原住民族传统资源及知识，结合部落生态观光资源，达创造产业经济，特委托本会执行编印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图鉴。台湾原住民族使用的药用植物种类甚多，如日人山田精致药用草根笔、张永勋台湾原住民药用植物汇编、许君梅译台湾先著明知药用植物及秋年永高山药用植物等。本图鉴以现代的观点，重新调查汇整、数位技术拍摄，并做必要的诠释，总